要向山行吧。我的房站对倒位来？我的房站对做天地以阿荷花来。上帝甲是。个领导列治地强，以为幸福天理。我的理事平安的好我，下面我高呼，幸福我了，下面高呼我的人，我的所我理事，有一万块的流害，因为够万人人生都吸收，大概都是阿妹来听者。咱来行开天师后壁的清空53页，4121篇的启用文第30篇。我来念启，就上来念篇。我仰头看山，我的房山对上主来。伊袂互你跋倒，以色列的保护者会顿眠。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是日头会伤你，上主会叫你脱离逐款灾难。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咱做伙来做。创造天地万物，满人民甲稳定的天地上帝，阮感谢阿罗你，感谢你伫即个美好的日子，让阮搁组织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阮虽然足软弱的，但是伫你的疼中间，阮要只着用心的对待。主啊，阮伫即个世界中，阮伫即个世界中，阮知影家己敢若像一场进入的龙群，面对世界的挑战甲试炼，阮需要你时时刻刻来保护甲引带。恳求你的灵清新运行伫阮的中间，承接阮的情绪意念，互阮会当专心敬拜，有美好的心来领受你今仔日透过牧师的话。由你特别祝福今仔日的信息，主题是勇敢接受主的召唤。阮是听感动的事，毋敢若是只有鼓励。我嘛要挑战，阮要领受对你来的能力甲智慧，叫阮会当世界亲像蛇，顺良亲像鼠仔。伫阮的生活中，阮的家庭中，甚至社区内底，我要勇敢来替你，来做你的见证。今仔日的敬拜，我要祝福。会当对头甲落尾，拢因为有你的指路，甲保守你的。阮安尼祈祷是吼，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
圣经第11页，马太福音第10章第1节到23节。第11页吼，今仔日的经文较长，但是囝会种较少，所以若会使大家做伙念，特别拄久。你也是我有困难啊。好，来，耶稣就是伊12个学生来，因这啊家庭的团，来赶说以后，逐项的镜头，逐项的影片，12个使徒的名就是安尼。头一个西门叫做彼得。彼得甲巴多罗买罗麦甲以上，看起来好像跟我的圣经里面完全不一样。我看还是我念好了哈，这个我天主持我念好了哈。啊，甲犹太，今仔年的西门甲加略人，犹太拢是陪耶稣的。耶稣差去12人，选吩咐因讲，外邦的路会得行，撒玛利亚人的城会去入。较好着去就近以色列甲示罗的园，行的时着传讲，伊讲因啦，只好有病的，有死的个活，有太过的清气，赶鬼。恁白白得着，着白白互人。恁的腰肚内，拢袂当有因魂重，道理也袂得有大人，袂得领衫，袂得话，袂得乖仔，因为做工人敢会得着伊认识。因所入的无论什么城、什么乡里，就探听其中谁会砍去，就伫遐，就踮伫遐到伊开的时，入着迄个厝，就互伊请安。迄个厝若会得着，就互因会平安到伫因；若袂砍去，就互因的平安归伫因。汝若无接纳恁的，袂听恁的话的，出迄个厝、迄个城的时，就就飞去恁骹内的土粉。我实在甲恁讲，当审判日的索多玛甲俄摩拉的地方，比迄个城要较南单。当我猜恁亲像羊伫豺狼的中间，所有依恁着细力亲像蛇，顺良亲像鸡仔，总是着欺负人，因为因要将恁交互公会，也要伫恁的会堂逼拍恁。若恁也要为着我的缘故受判到总督甲君王的面前，来做干净，是因甲外邦人。若是恁受送到的时，袂得挂虑要安怎讲，也是讲啥物话，因为所着讲的，要彼时想事恁，因为毋是恁家己讲，是恁的爸的神，也毋是恁的在讲。兄弟要将兄弟
送到不死，爸款待囝也安尼。囝儿若起来攻击父母，互伊死，也免因为我的名，要互众人怨恨，独争论到落尾的因，要得着，为即个城困着恁，就走到迄城。我实在甲恁讲，以色列遮个城，恁行袂透，但因主就到。愿上帝赐福看听伊的话，甲照安尼来行的人。今日个人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每年的11月就是台湾新学期的普遍主日，好好派我今仔日来到咱中间，让大家平安度过，简单大家说一下。因为知影个人教会常常在为台湾新学期祈祷，也新学期的需要，咱常常肯伫咱的关心的中间。用的的确来调对咱的防战。而咱今仔日节目内底有互咱即个红内底，所以如果较早的礼拜结束了，就为咱心中有感动，来当照着上帝互咱的
足好，让咱的感觉来奉献。都是较要紧是，希望咱也会当常常为其他人来祈祷。这个少子化的冲击是非常事实的代志，是很真实的事情，也反映伫所有学校，其他伊嘛共款。咱知影因为台省的这个音乐系研究所的9星只有1个学生，只有1个。感谢上帝，足拄好，这个就是我的查某囝。但是我们看了，感谢主，但是看了也是觉得蛮担忧的啦。来将这个问题是通讲是咱全部性所以希望今日机会，咱常常为学校来祈祷。伫真侪经营的困难中间，我想是互咱更较深来体会着。来看见，咱需要外靠上帝，不是个人的才调、慧力，甲有限的智慧，乃是外靠上帝心。今仔早起咱做伙看的经文是伫马太福音的第10章第1节到第23节。我用一个题目做勇敢接受主的提醒，来甲咱大家做伙来分享，愿上帝话成做咱的鼓励。真感谢费用接受。今仔日互你接长的经文，你读了真好势，也互咱亲像草来看见。总是兄弟姊妹，我想当咱伫读圣经的时阵，我毋知影你是毋是会亲像利摩斯共款，有时阵咱心内会有一寡问号，会有一点点疑问，尤其是伫即个圣经内底有的所在的一个描写，老实讲，若照字面来看，咱会感觉真恶之想象。很难以想象。譬如讲，马太福音第10章36节，耶稣有安尼讲一句话，耶稣讲：我找恁去，亲像羊进入豺狼的中间，如同羊进入狼群。真系兄弟姊妹，一只羊互人藏伫一阵豺狼的中间，请问会发生什么代志？会发生什么代志？家落吧，会死的，对不对？那耶稣讲：我找恁去，亲像羊进入伫豺狼的中间。请问啥人去？这是毋是咱伫读这个经文的时阵，可能咱就会有这个问号？咱就会想着讲，这真特别，真特殊。所以会产生安尼一个情形，有一个足要紧的原因，是因为。圣经经文的记载，有的所在，咱必须爱返去到伫当时的处境来做了解，才会当帮助咱即中间发生什么代志，这个经文在表达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换一个方式来讲，如果咱若知圣经经文有伊的时空性、背景性和原则性。有经文的记载是适用于某一寡时间甲空间的情景的中间，安尼咱伫读经文内底拄到的一个困难，就会比较较严重一寡。圣经有伊的时间空间性，有伊的背景性，也有伊的原则性。这物件是咱伫读圣经的时阵，咱的确爱内心爱有一个概念，这个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这也是我今仔日的任务之一。透过今仔日咱做伙读马太福音10章的经文，咱做伙来看伫当时写作的迄个背景，以及这个经文是毋是也悠然会当适用伫主后2000多年的咱，这些经文是否对我们来讲依然适用？这是我今仔日的任务之一。马太福音记载，当主耶稣行遍各乡社，看见人生的百态，逐款的问题了后，圣经记载讲，主就怜悯因，主耶稣就怜悯这人，因为因困苦流离，亲像羊无有牧者一样。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马太第10章经文，互咱来看见。
主耶稣差遣12个人出去。马太福音11章第1节讲，耶稣吩咐12个门徒了后，就离开迄个所在，叫因往逐城市去传道教世人。但即位伫遮咱就当看到，伫马太第10章，这是耶稣对遐个要接受伊的差遣，奉差遣出去来侍奉、来工作的人，主耶稣互因的吩咐。耶稣嘛要爱因知影，因所要去做的工，是主耶稣要甲因做伙来动工。看起来虽然是亲像人的手在做的，总是事实上是耶稣甲因斗阵，耶稣甲因同行，耶稣成为他们的同工，来做耶稣心内所意向、所意爱要做的事。耶稣看见许多人流离失所，好像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是伫耶稣的目睭中所看见，这也是耶稣看见所谓的需要，伊所想要，耶稣想爱要去做的代志。家己生活事实上，咱伫教会生活内底，我想有时阵咱嘛会拄着一种经验。教会里面有些事情，我们觉得它好像是一个缺口，明明有需要，但是无人做，无人关心。像我毋知影你捌思考过即个问题无？为什么别人看袂到？为什么独独你看会到？有一个可能性是耶稣早就看到，但是伊透过你的目睭，帮助你嘛看到这个需要。而这种看见，就是要帮助咱，互咱激动咱的心，互咱知影什么所在是咱必须爱努力、必须爱去参与的。咱接着看马太福音第10章的记载，一个开始，安尼记载讲，耶稣叫12个学生来，互因权柄。这个权柄会当赶鬼，佮医好逐款的病痛。但是，咱接着看马太10章第1节讲，耶稣叫12个学生来，12个门徒来。接着，请你看第2节，10章第2节安怎讲？这12个什么人？使徒的名。第1节讲什么？门徒。第2节讲使徒。这个所在你有画问号无？为什么这么短短，迄个名就改变了？为什么这么短？为什么会安尼呢？家己姊妹，这个所在不是笔误，这毋是写唔对，这是一个超故意的安排。因为耶稣差遣这个门徒、这个学生出去，这个时阵，因的身份就无搁再是门徒，乃是耶稣亲自设立因做使徒。咱这个爱知影，这是圣经内底第一摆将使徒这个名词来应用伫耶稣的学生的身上的记载。这是第一次把使徒这个名称放在耶稣的门徒身上，这是第一次的记载。所以，亲爱的姊妹，这不是礼物，这是超故意的安排。当咱读圣经时，若看到这个所在的时阵，除了引起咱的一个注意。我们在圣经这个地方，我们心里面打一个问号。除了引起咱的注意以外，更较要紧的是，互咱来看，有一个足大的落差。咱知影跟对耶稣的人百种，有信徒，有门徒，也有使徒。我做牧师到今年满20人，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伫我牧会的经历的中间，我就大概会当来愈来愈清楚来看见，什么叫做信徒，什么叫做门徒。今天有使徒无？我们有没有使徒？没有，咱无安尼做。咱的幼乐会体制内底，咱袂甲某名人来案例成使徒，我们会案例牧师，我们不会案例使徒，咱袂安尼做。所以咱今仔日咱讲信徒门徒，但是圣经内底互咱看见有使徒，信徒是听道理的人，门徒是学习道理的人，使徒是实践真理的人。其实他们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两个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有助帮咱从信徒开始，咱拢是信徒，我嘛感觉
我做一个50几年的资深的基督徒啊，我嘛是对听道理开始，逐礼拜做礼拜，我嘛无一定会去想讲，哎呀，这道理、这真理，甲我啥物期待，甲我啥物关系？对我来讲，我有责任要做，我该去做什么？我不一定会安尼想。我们从信徒开始，但是阮都是边学边做边学，一面做一面把这些真理实践出来，边做边学。那你认为这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伫马太福音内面，咱看见耶稣将门徒72个门徒跟在他身边最紧密的这12个门徒，耶稣甲因分名做使徒，互因出去会当来传福音。就我所知影，到伫今仔日，犹原还佫有一寡教派，因毋若犹原保留着使徒的称呼，甚至还佫将某物人来封立做使徒的这种做法。有一年我去新加坡参加一个课程训练会，就听见因有安尼做代志，对我来讲非常的惊讶。我讲，那有安尼，怎么会到今天还有使徒这样的做法？伫咱基督教会宗派内底，会甲人称做使徒，甚至甲伊封立做使徒这种方式我们是没有这样子做的。但是兄弟姊妹，咱会使讲，咱运用使徒性的元素，这不一样哦。我们可以运用使徒性的恩赐，使徒性的恩赐意思是讲，好像使徒一样，像使徒做的事，亲像使徒所在的。亲像使徒所在做，这叫做使徒性的恩赐。甲使徒为事的方式、做法甲权利，迄个目的是为着要服侍咱所徛起的世代，完成咱被交代的。即马咱搁回过头来看，对头两个阶段，咱做伙来看。耶稣受定十字架了后，一直到耶路撒冷城受公破的迄段时期内面，耶稣讲的话，对伊的学生，不管是门徒还是使徒所讲的话，其实迄个内容拢是应用于当时的遐个人。迄个是耶稣对伊讲的话，都是应用在他们当中。一个开始我说我们要注意它的背景性、时空性、原则性。这个时阵，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有真大一部分都是应用在当时的人，对因来讲是应用在他们的身上的。但是伫中间，咱嘛来看有应验价值的关键。第一项，咱做来看，使徒因所得到的权柄甲责任，咱来看第50到第15节。兄弟姊妹，如果你手里若有圣经，也欢迎你会当拍开圣经来看这段经文内面的内容。马太福音第10章第50到第15节，这段经文咱要做来看。正使徒因所得到的权柄甲责任，关系第一个段落，也就是马太第10章第50到第15节。咱大先注意就是，这个使徒因工作的范围，以及这个使徒因所得到的权柄甲因的责任等等。咱知影权责是要相当的啦，你有权，你就有责任啦。你被授权。你就要担起那个责任，你袂当跟他无权，但是你没有责任，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嘛，无有人跟他有责任，伊无权，谁要做这种身份？你周围代志若发生，你都有责任，但是你无权做决定，所以权责是相当的。主耶稣交代伊讲，宁可以色列嘅失败的羊压去，这句话就互咱来看见，这就是。时空性跟背景性，因为这说明了耶稣的时代甲耶稣的学生，因的工作、因的服侍有一定的范围，他们是有一定的范围。但是当耶稣受定死个话，伫耶稣上天进前，耶稣吩咐伊的学生的人物使命开始变得不一样。马太28章安尼讲，所以恁就去，互万百姓做我的学生，弟兄姊妹有无？有没有发现那个差别？今仔日咱所看的马太福音第10章，耶稣将伊的学生，耶稣交代伊的学生的人物，甚至已经拢甲伊讲，你们是使徒，也已经互因权柄，也已经互因责任，
但是甲因讲甲足清楚诶，恁去服侍的范围，敢若限制伫以色列家内底，所以这是不一样哦。但是耶稣复活之后，耶稣互咱因的命令范围就不一样。我进一步来看，耶稣不但禁止伊的学生进入到伫外邦，也是甚至撒玛利亚等等遮个城市，并且耶稣吩咐因讲，吩咐伊学生讲，恁就算去到伫以色列百姓因所住的乡下，嘛爱耐心探听即个所在，什么人是好人啊？恁只要去住伫遮个好人的厝内底，啊若无就毋免入去因的厝门内底。当因入去到伫这个人的厝内底的时阵，爱按因来请安，带来上帝的祝福，平安喜乐事情。但是如果因所面对的是无愿意接纳因的这个家庭的时阵，要怎么做？圣经有一个画面哦，有时候讲哦，像你鞋底的土哦，尘土把它剁下去，这是一个很有画面的动作，你知道吗？剁下去哦，掰掉啊，圣经讲掰掉，来，圣经讲掰掉啊。其实这句话是历史意趣很重的话，这个不但祝福没有临到你的家哦，你是无福气的，你是没有这样的福气的。兄弟姊妹，你有发现这个咱今仔日，咱一直想要做的，正好相反哦。今仔日咱听着牧师徛伫讲台顶，伫分享信息，你甲咱鼓励是啥物？主耶稣所要做的是去消除迄个世俗的、甲不配的来领受福音，不是这样吗？你看马太福音第10章，耶稣交代耶稣去做的有范围啊。还有对象啊，都不是人会使得着哦。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你有看到是点哦？这个今仔日，咱伫讲台顶听到牧师你甲咱鼓励，你甲咱鼓吹，按放咱爱去做的方向完全无共款。所以为什么一个开始咱讲圣经写作有它的时空性、背景性？这就是这个缘故，就是这个缘故。总是咱搁留意到，耶稣爱因传的信息，有一句话讲：天国分啊。天国分的意思是因为王已经来临，这是以色列人因久年以来一直所期待、所仰望的迄个弥赛亚的来临。以色列人规工在等、在讲、在想的，就是弥赛亚来到地面上干。如果耶稣甲伊讲的这个代志，如果若发生，这是证明以赛亚已经点入去中间，就是马太第10章第70到第80所描写的。马太第10章第70到第80，兄弟们，咱来看圣经。马太第10章第70到第80讲：恁通医好病人，互死人搁活，互太过的得到清气，将鬼赶出去。这个代志叫做神迹奇事。等弥赛亚来到伫咱中间的时阵，这些事情就会跟着发生。这些事情，这个新加基础的发生，是用来证明弥赛亚已经点入恁中间。啊，若无人无这个能力，人是没有这些能力的。现即位咱接着来看，马太第10章第70到第80出现的记载：医好病人，互死人搁活，太过的得到清气。将鬼赶出去。我想，咱伫这个所在也一定会想要问，到底今仔日即款的信息，对咱今仔日咱所有耶稣的门徒，咱敢会当行出即款的实践吗？医病赶鬼，我死人个话，我开过一定的前提。我看到真侪兄弟姊妹在害怕吼，我们当中大概不太可能够行这样的事。这款的一个现行的文书，咱刚会对。如果咱的答案是否定的，咱跟我说，哎，我们不太可能够这么做。那是为什么呢？啊，咱要伫这款的情况的中间，咱怎样来得到一个看？难道圣经写的不是真的吗？
难道圣经我们所信的却不能在我们当中来实现出来吗？因为基本这是极端条件，对不对？关键这一点，也就是讲，对伫今仔日的世代信徒，是毋是还佫会当来行出圣神所赐的即个温数，也就是讲行神的即个温数啊？有两种主要的看法，其中一种叫做恩赐终止论，这种圣神的温数已经结束了，已经终止了。什么意思呢？这个看法认为讲，这款这么特殊的温数，已经随着使徒甲第1世纪有这款温数的温度离开世间了后，这个温数嘛已经拢停止去啊。咱会记哩保罗会当行事了无？保罗有没有办法实在记？有吧？保罗世界的教会，甚至连保罗他身上带的那个伊咧切肝的迄个手帕吼，放伫别人的心上热就退了。啊，这东西太重要。所以连使徒保罗他也有这样的恩赐，但是第一种的看法，互咱来看伊讲恩赐终止论，这款的这么特别的温数。无毋对，可能咱嘛真心酸啦吼！哇，如果我哪会当有这种温数，该有多好啊！我想可能点在咱中间，可能有兄弟姊妹会有这种羡慕的感觉。但是请咱注意哦，第一种的看法讲，这个叫做恩赐终止论。随着使徒跟第1世纪有这些恩赐的门徒离开这个世界，已经终止了。这种的看法也是主流的教派较支持的。主流教派，但是咱该界中基督教会，我们是所谓的主流教派。但是啊，因为咱讲的主流教派，咱慢慢讲，咱慢慢想讲，哦，我好厉害哦，我是第1名，那么没安尼想啦哈，这只是做分别而已啦。第2种看法是什么？跟恩赐终止论完全相反的第2种看法，叫做恩赐持续论。温数要搁再继续的，这个恩赐还在持续的。这个恩赐持续论是伫五旬节运动了后，咱知影五旬节运动是1901年开始的，是从1901年开始的五旬节运动。那么1960年到1970年当中，嘛发生过一个足出名的运动，叫做灵恩派运动。1980年，这个灵恩运动佫发生一个改变，叫做新灵恩运动。不管是五旬节运动、灵恩派运动，还是新灵恩运动，这运动都支持恩赐持续论。所以啊，你认为咱就发现讲，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不同的教派有不同的一个主张甲看法。我们就咱长老会，改革中长老会，咱是属于恩赐终止论，我们是属于这样子，咱的看法是安尼。为什么咱得注重讲恩赐终止论？因为有一个方式可以做判别。如果咱若听到某一个人，伊讲伊有这种医病的温数，安尼其实咱会使甲伊调整，安尼请你行出互死人搁活的时间我看。如果他自称他有使病人得医治的这个恩赐，他就必须要有这个能力。因为病人的病历有一套，跟互死人搁活是连在一起。如果做不到这件事情，人袂使甲伊讲伊讲这种属灵温数，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很因为什么咱讲该这种的教派，咱是属于恩赐终止论，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看法的。我伫做新人生的时阵，捌听过新人伊邀请老牧师来到学校来分享伊牧会的经验。伊讲有一个牧师吼，伊讲伊是庄脚牧会啊，久久，伊慢慢拄着足古锥的代志，足趣味的代志。伊讲有一摆吼，接到一通电话，伊的会友一个姊妹甲伊讲，牧师，你进来阮家，发生足紧急的代志，拜托你去来。这个牧师就讲，什么代志？牧师就准备要去。这个姊妹就讲吼，哎呀，你敢知影吼？阮家的饲的猪仔吼难产啦。牧师拜托你来甲阮家猪仔换手倒起来，会当顺利行走。这个很可爱啊！我听着这个故事，我印象好深刻啊。这个老牧师讲吼，
看你行为很可爱，弟兄姐妹的需要，爸爸就。当然这我下来了吼，我们都靠着神的恩典咱有信心去完成。这个不是我以为怎样去讲这个底下话术，对不对？这个很可爱的事情。这个兄弟姊妹，如果一个人伊若家己讲有医病的恩赐，那亲像我所讲的，那就是他必须能够行使这么大的恩赐跟能力，才会当来讲这是个见证。所以伫圣经内面，互咱看见耶稣讲，将12个门徒，甲因设立做12使徒。马太10章第1节到第2节，短短2节的中间有遮尔大个名称顶面的分别，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即个时阵，即12个门徒因出去服侍的时阵，因的属灵恩赐甲能力已经无共款，已经不一样。其实，咱若阁继续读后面马太福音的记载，咱就看见详处。耶稣的学生转来了后，因足欢喜，因为他们打了很多的胜仗。因讲耶稣啊，敢若讲你的名吼，连鬼都惊闻，连鬼都厉害。但是因为你会记得耶稣安怎甲伊的学生讲无？耶稣甲伊的学生讲吼，把甲伊的学生做伙欢喜。但是耶稣给他的门徒们一句很宝贵的提醒。耶稣甲伊讲，毋免干那为着会当行神者官贵的文书来欢喜，搁较爱为着恁的名记天顶来欢喜，有无？耶稣是不是安尼甲伊学生讲？耶稣是安怎甲伊学生讲？能够有属灵恩赐很好，很宝贵，但是搁较宝贵的是，咱的名受记在天顶，我上帝一样。这是更宝贵的。耶稣定定帮助伊啊，先去看见迄个更较宝贵的所在，去看见那个更值得咱去听传、去对求的所在。不是说属灵恩赐不重要、不宝贵，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还有更重要、更宝贵的。连使徒保罗嘛捌讲过，惊新家的恩赐有一天会成为过去。讲到说方言的恩赐，有一天会成为过去。只有咱的名受记在天顶，受上帝纪念，这是唯一咱本地咱人说的。还是为你有阿妹无？这才是我们值得我们追求，也必咱来注意的所在。马太第10章记载讲，医好病人，互死人过活，互太过得到清气，会当看鬼，是耶稣互早期的门徒的权柄来证明因的能力。因为因是咧传耶稣基督的国度，因是咧证明以赛亚已经点伫因中间的一个信息。总是当圣神降临了后，耶稣上去了后，圣神来到伫世间，这一切惊信者的权柄就收转去，因为圣神要互教会来成做属灵国度的使者。请你注意听一句话，为什么？咱主张恩赐宗旨论，因为这样属灵的恩赐，等圣神降临了，这些恩赐就暂时收回去。因为圣神降临咱中间，要互咱的眼光，互咱的注意力不再放在行神迹奇事上面，而在于追求属灵的圣灵的同在，这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因为圣神感动咱去做什么代志的时阵，我们可以有查验的，咱所要讲的话，咱所要做的代志，是不是有带出安慰、造就、劝勉？是不是有带出安慰、造就、劝勉？如果有，这个是信心爱来做的，咱就会当有信心、放心去做。如果没有符合这些原则，安尼检测是咱家己的热性，检测是咱家己的冲动，可能是我们的冲动、我们的感动，我们不一定要做。这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所以兄弟姊妹，其实这真清楚。我嘛常常听兄弟姊妹讲啊，牧师啊，听到圣神甲咱讲话，足好足宝贵，但是怎么样才能听到这里的声音？兄弟姊妹，我跟你讲，每一个信徒拢会当听到圣神的声音，因为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的原则来做验证。所以，咱得当勇敢来接受主的差遣，我们可以去做圣灵要我们去做的事，你真正会当来奉献。第二项。主要所的启示来显明伊的心意。
咱来看第16节到第23节，16节到第23节，这是第2个段落。第2个段落，咱嘛由按看见，敢若适应当时的话。第2段也是只适用在当时的话。但是耶稣讲，我推荐你去，亲像羊进入到以色列的中间。但是即话，咱知影伫教会历史内面，捌有真侪时间，咱拢看见教会受着困扰、受迫害啦，教会受迫害。总是对耶路撒冷城受毁灭了后，信徒就无搁再受着犹太人有系统的即个困扰。主耶稣的话真明显，是咧讲注定是灭了后，接续迄段时间，迄个光景啦。可能外国有一件代志，伫马太第10章21节到22节，有记载关系着家庭中间的纷争。咱看到这个记载，我们有没有觉得说，哎呀，怎么会变成这个情况？今仔日咱所看到记载，马太10章21节，在现今咱来看这个经文。这个记载讲，家庭内面兄弟兄弟不和戏强也就算了，都会把家己的礼物送到什么地方去？送到哪里？你们要回应我一下哦。让牧师确保你们还在听哦。被感应上帝的死亡的地方，被上帝遗弃的所在，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这么？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有什么奈何呢？但是因为这个所在，互咱看到是因为当福音传进到伫犹太人家庭的中间，有个人选择相信耶稣了后，就安尼伫因的家庭内底发生极严重的冲突。咱知影原本犹太人敢若信犹太教，但是耶稣的门徒开始传耶稣的福音了后，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甲犹太教是抵触的，是抵触的。你知影犹太人会极端到什么程度无？伫犹太人的家庭内底，如果有一个人去选择相信别的宗教，不见得只是相信基督教哦，不是哦。如果伊若选择去相信别的宗教，安尼犹太人的家庭因会公开的举行一个葬礼，然后甲因厝边隔壁人宣布讲，阮兜的这个人已经过世啦。伊明明还无活咧哦，但是对犹太人来讲，伊会宣布，伊会认为说他已经不在当中，他已经过世了。结果犹太人会做法会这样极端嘛？所以，咱知影这个背景了后，我们再回来看耶稣所讲的这句话。马太10章21节的记载，我想就帮咱清楚。为什么耶稣讲家己的亲兄弟姊妹会甚至会把家己的父母送到死地，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最后讲到时间是紧迫的，因为人主已经要来到。如果伊若无行动，人主到的时阵，伊就无法度赢遍以色列的城市。自从耶路撒冷城受毁灭了后，以色列伫这个地面上就无搁再有属于因家己的国度，无搁再有属于因家己的城市。以色列人受四散到伫世界各国，但是兄弟姊妹，咱知影以色列人非常的优秀，因为因是蒙福的百姓。不管因四散到世界什么所在，他们在人类历史当中依然都带来很多的这个影响。你知影，想要甲日本人做生意探起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你知影，想要甲犹太人做生意探起哦，更怎么样？如登天一样。我伫大理教会牧会，我有一个技术。伊咧做这个医疗器材的消毒包装的生产的母机，伊所做的是这个工作。这种的技术，全世界第一名的技术是以色列人发明，所以伊爱甲以色列人做生意。有一摆我咧甲伊开讲的时候，我问讲，临时是你有法度甲犹太人做生意嘛？伫我印象内底吼，跟日本人做生意已经很困难了，你有法度甲犹太人做生意？有办法啦，只有一个诀窍啊，犹太人就爱钱啊，你讲就歹听了哦。
犹太人很懂得如何赚钱。你要是懂得这个原则，你大概就行。我觉得只是非常非常优秀。耶稣甲伊的门徒讲，时间已经很紧迫，因此马上就要转来到咱的中间。耶路撒冷到今仔日为止，抑阁是伫国际政治上真困难解决的悬案啊！伫这个真棘手的难题中面，兄姊妹，咱一定爱知影，这中间一定有上帝的旨意。伫咱人的角度来看，伫徛伫咱人的角度，咱感觉真困难解决，以色列问题好像很难解决。但是咱永远唔通放袂记，咱爱以色列有平安。马太10章2-3节讲一句话：人子就到了，人子就到了。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呢？人子就到了。这句话真明显，除了以审判的意义顶面来做解释以外，真困难其他的一个解释。第10项咱来看，一直到今仔日，还要依然适用咱的宝贵的属灵原则。咱来看马太第10章第7节甲第20节，咱用这两节来看。虽然伫顶面两个阶段，主要是咧讲当时的这个情形，但是依然有持久不变的原则。马太10章第7节的后半段讲：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但是因为而且互咱看到一个真重要、永远无改变的一个真理：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咱得到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这就是白白的恩典。我们是白白得到。为什么爱强调白白得到？因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因为咱是一个各方面拢足优秀的人，所以咱配得这个恩典，不是这个样子的，是这个原因。拜五迄天，阮教会社区有一个兄弟来拜访我，由于有经验做一寡代志，想要跟牧师稍微聊一聊。然后伫即个开讲的中间，伊就讲出一项代志，伊讲我说我是信佛祖的啦，我讲我不要紧啊，我是信耶稣的，咱就当做朋友，我也很愿意听听看他的信仰观。然后伊就讲一项，伊讲对伊来讲哦，把自己修行哦，生命就完美就完善哦，这就是伊的终极目标啊。我甲伊讲啥，无对，有够确实是自立的宗教，要依靠家己的困难。我讲兄弟，如果你若愿意听，我嘛真愿意跟你分享。基督教信仰是他立的信仰，这个他是神圣的他，是上帝的手，是他立的信仰。这就好像什么？这个好相像，当咱伫海里看到一个人伫渡水，他溺水了。咱徛伫岸边，甲这个人讲：你再努力一点，你搁出来一个，你就会当爬起来。你想有可能无？有可能。这就是自立的信仰。伊若爬起来，伊早就爬起来了，伊就袂渡水啊，感谢呢。所以面对我们罪恶对咱的影响，面对老我对咱的捆绑，就好像我们掉在水里面一样，我们在挣扎。咱若靠家己的贵力爬袂起来，安尼请问，什么办法会当逼得起？这个伫困难的中间，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得救？有人去救他吧，丢一个救生圈给他吧，或者伸手拉他一把，安尼伊就得救了。感谢呢。所以我用这个概做运用。为什么基督教信仰会讲，咱所得到一切的恩典拢是白白得到？不是因为我够好，所以我配得，而是咱伫这挣扎的中间，咱伫罪恶影响内底，咱伫老我的捆绑真侪重担，咱个伫心内背真侪重担，而且的中间不是靠咱家己，而是耶稣亲手来救起来。亲爱的姊妹，我之所以能够有这么深刻的体验，是因为伫国中印尼的时阵。
我捌伫水边的海边，兼海马死。我自己曾经溺水过。若是好佳哉，迄阵是有一个人徛伫边啊，一个大弟，伊伸手把我救起来，我今仔日就袂徛伫遮。所以，兄弟姊妹，我们从这个经验当中，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明白这件事情。耶稣甲咱讲，恁白白得到，也着白白舍去。这个恩典，耶稣基督救咱的这个恩典，这个祝福，这个福气，是咱白白得到，是上帝为咱备办的。上帝给我们没有要代价，不需要代价，我们也要白白得到。那么爱甲咱讲，也要白白得到。第二个关键就是，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灵巧的意思是伶俐，不是狡猾。这是咧讲蛇，伊为了保护伊家己的时阵，伊常常保持警觉，这个特性啦。那么驯良的意思是讲单纯啦。中国科学家罗丁马丁把这句英文翻译了非常的好，伊提出伊的看法。罗丁马丁讲，这个驯良像鸽子，意思是一种单纯、没有瑕疵、不偏颇的生命。所以灵巧就是聪明、机灵，但是如果过度，就有一个干跳，就是一个嫌疑啊。若是驯良，是单纯跟顺从，但是驯良如果过头，就变成愚忠啦、戆中啦，对不对？所以很机会，耶稣将这两个看起来是不太可能在一起的特性，改更做伙，嘛是要甲咱来讲起，咱要注意到迄个钟摆一样的极端啦，咱唔通害对极端。咱伫这两种特性的经验，咱马上来看，把这两个特性融合在我们身上。耶稣讲：“因我差遣你们。”耶稣讲：“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耶稣并唔知影，羊啊，若去到伫豺狼的中间啊，就稳死无疑啊。耶稣并不是不知道，耶稣讲：“如同，只是好像而已。”所以耶稣甲咱讲：“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等咱伫一片热心、火热的心，想要传福音，想要将咱白白得到的稳定，甲人白白分享的时阵，耶稣嘛甲咱教示，嘛甲咱提醒，咱爱驯良像鸽子，但是嘛爱灵巧像蛇。咱爱将这两种特性融合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因为甲主同行，甲主同工，是一件充满喜乐、充满上帝的平安，而且是大有荣光的事奉，是一件大有荣耀的事奉。但愿最后我用总结三件代志，来相对咱做伙的祝福。第一项，咱的权柄是上帝给咱的，我们传福音的权柄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白白得着，也帮白白存续。第二项，咱的福灾必须爱亲受耶稣的福灾，不求回报，是白白的服侍。第三，咱的态度嘛必须爱甲耶稣相像。有耶稣的智慧，才会当互咱灵巧敏捷；只有亲像耶稣的顺业，才会当互咱有一个单纯的心，不是我们自己的企图。但是，撒迦利亚书内面有一句话真重要、真宝贵，其实咱常常在讲这句话，但是最近伫灵修中间，我家己得到足大的提醒，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什么？依靠他的灵，再来呢，方能成事。来，咱我讲一摆，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他的灵，方能成事。要去注意上尾一句话，方能成事。这件事是谁的事？这个事是你的代志，我的代志，还是上帝的代志？是谁的事？上帝的代志。但是我想，咱常常爱受这个提醒。撒迦利亚伊得到上帝予伊的启示，对咱来讲起，毋是我好势力，毋是我好才能。上帝透过撒迦利亚这句话是要互所罗巴伯，是要给所罗巴伯这位百姓的领袖。因为所罗巴伯伊无势力，伊无材料，他什么都没有，
但是上帝透过神的安慰伊讲，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咱唔通误会，我们以为说成我们的事，不是，是请上帝去做的事。这是最要紧的一点。现在你这位传福音嘛是共款，是咧成就耶稣透过咱去做的事，这不是拯救我们的事。去做访谈案，我们需要灵巧像蛇，我们需要寻良像鸽子。刚才咱的处境亲像羊被栽落的中间，但是唔免烦恼，我告上帝信息，上帝要互咱细力甲在地来成就上帝的事。咱做伙来祈祷。奉主耶稣的名祝福，鼓励教会，主啊，阮要做伙伫即个源后的世代，勇敢接受主的提点，进入世界传福音。虽然亲像羊入来到伫豺狼的中间，但是主耶稣，你欢喜帮助阮，互阮学习你的方式，灵巧亲像蛇，温顺亲像子仔，传福音互别人，也互阮家己拢真诶遇到上天的恩典甲祝福。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感谢牧师的讲道。咱即摆要用主导圣经来回应上帝的话。来，我信上帝，万年的天，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以对圣经交代，对在生命花苗之时，被困流了路人来受苦。便是第四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永活，是着天，那是全地上帝的大病，伊要对人来看活人在死人，我信圣灵，信奉我的教会，信奉我上通，全社会，肉体永活，永远的光明。我们来展开346首原我主行甲主主行。
影想你的家事，影想你的日子。我搁一届感谢你，当我有你去分享，去引领我需求的人，分享我的生活，分享我的信仰。我愿你继续丰富智慧，会当去分辨，这世世界顶头的好甲歹。什么是合理的旨意？什么是合理的信仰？什么是合理要我行出来的？阿爸上帝，我搁一届将我一切放在你的面头前，接着你的圣经来使用，你会当接纳，带阮继续去行你的国度，我来祈祷，奉耶稣基督。阿门。咱遮无新朋友吼，好，安尼咱直接见面来行咱的平安礼。大家打个招呼吧，没来的朋友啊。在这个时候，长辈没来的。应该还有气氛，对，也会可能会有点波动。现在就直接拿去。来，咱两只两仔吼，即个是用台语，再用国语来做伙来，那我台语，先上场，再用的用咱所有就一起话，是流，是主呀，发财后运得长天，发财来财。看啊，我带你们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机警如蛇，纯真的如歌，马太福音10章16节。好，我们先来做报告。非常谢谢今日吼，咱台湾新行业的奉献是咱的主力，感谢大点。大点，大点个教会牧师，林牧师来到咱的中山。详谢谢吼，我无输今日去隔壁吼，中正的教会主理，大家感谢为这个新下义的教育时间来关心甲带到。我看这样好了，我还是用国语讲话会比较顺一点，时间也可以掌握好一点。好，我们台语礼拜堂如果有遇到交换讲台，或者是有外来讲员的时候，那一周的华语礼拜堂会线上礼拜就一起参加台语的礼拜，那也就是有实体或者是线上哈。那么参与线上礼拜的会友，如果要奉献，都可以打电话到办公室，用转账的方式来进行。
好，另外一个这个会比较特别一点，可能有人没有很清楚，自己也是在学习当中。我们第3列今天有性别公益主日，第57届的总会通常年会通过设立每年11月的第1个主日是性别公益纪念主日，为协助推动性别公益事工，唤起群众、教会对牧长跟信徒们对教会内外性别公益议题的重视与意义的觉醒，设立了这样的一个纪念日来纪念。那么分享这个教会的有一些真正的它的意义跟相关的议题在11月1号下午，有一个诠释与顺服的教会中性骚跟诠释的探讨，线上有影片，让教会弟兄跟对于性别公益这个主题有更深的认知跟了解。那么其实大家真的要仔细的看因为这个咱时阵咱的教育有细汉甲大汉并无足清楚甲咱讲所以有很多人会搞不清楚什么叫做性别公益性别公益不一定是指你的性取向而已，而是你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女生也不能对男生开黄腔，那个男生更不能对女生的不尊重，尤其是有关系到身体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一点公干是所谓的开黄腔，比如说他有他的缺陷的时候，你不能说他怎么样这个都要很多的学习那再来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徐雅婷但是这个请不要误会了，徐雅婷牧师要请徐雅婷的导演，11月16号一样，11月30号到11点30分到11点，就是我们的主日晨练学要邀请徐雅婷导演来分享。那导演用了20年的时间拍了一座被遗忘的家，叫做《大风之岛》。那这个导演徐雅婷呢，记录了热身的人日常。知道热身应该大家都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也要稍微了解一下，先做一点功课，因为可能就这样尤其年轻人可能会忘记，一个人20年要拍一部纪录片，真的很不容易不小心我一点往下顾所以应该就破的一个纪录片因为大家要预备心11月16号的中午的主日学。好，我们今天某数波第一代期让我们的生日一样还是要照常进行。来，我们来先邀请我们的家辉长老来为我们做主持。好，我现在看得到了，我认识的利用对不对？对不对？利用进来。好，那洪长老再次来。来，好那里同样，钟老师的妈妈，钟老师的妈妈是一个在哪里聚会先？没有。好，我们是安的丽茹姐，她是老师。西，子云姐，启龙长老先有来。西来，西最开心了，对，小孩最喜欢过生日了。来，西，你既然叫西，就是站西位，来站西位，好来，来，欢迎。11月的寿星比较少。11月寿星不会太少，但是家人今天是不是因为去上课？好，然后碧庸姐，好，品恩今天也没有来，好。对，好，那么我唠高唔通唠高去但是咱是咱11月的生日，咱先来祝歌，生日快乐，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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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小锅子在那好寿星，
来查理黄家。感谢上帝，我用我的73年，在患难中过着平安的日子。谢谢上帝。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伊带我来到这个高雄平安的大教会，特别是今仔日我是2号，这是我的生日。就感谢这个教堂啊上帝恩典，因为今仔日佫找见我所听起来谢茂牧师，因为谢茂牧师是伫我少年的时候，阮做伙伫上帝国度福音的内底，阮做伙拍拼是上帝的事工，所以今仔看到谢茂牧师，佫想着上帝对我的疼，甲对我的伫我心上所爱我付出的啦吼，我当然我感觉我成绩带伫上帝的头前还不是满分啦吼，还很多的欠缺，但是我感觉上帝恩典就是今仔日佫找见谢茂牧师来甲我鼓励，我感觉即马这就绝大的爱，感谢。我的先生住院开刀，我也是照顾。没有，所以我是这样的，但是当下，希望遇到了，虽然爱继续来做后续的医疗，我想这个关一定会过。上帝咧咱是肯定，甲咱保护，所以我就很相信，我就很平静的，希望这些日子赶快度过去，让我的身体渐渐好起来。也感谢大家。感谢上帝恩典哈，阮是11月就是遮接受上帝甲遮正向姊妹的祝福。这边今仔日今年这边的生日，淡薄仔34，是咱所敬仰的李奥师娘，每一摆拢伫咱内面，咱上届的信仰前辈，老前辈吼。今仔日这边特别谢谢我3届，当然搁较着爱感谢上帝的恩典，有小心我搁2年就80岁，这是上帝给我的疼痛，真正感谢上帝，可能拄好啦，拄好我这个顶礼拜甲小长老娘、张长老、小长老娘甲伊、甲李小姐、甲志玲姐，甲因小长老的一个朋友、同学阮10几个去日本求志拜去拜5转来，我相信这嘛是我生日的一个礼物啦，感谢你，谢谢。好，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西西10岁啊，哈，其实你可能还幼稚园的这么大汉嘛，所以终于10岁了，我一直觉得他应该要上国中了，才小事而已哦，我们西西才小事。所以感谢上帝，互咱来当伫遮做伙来为着11位首先来庆祝咱3个来宇宙。台湾上主，阮感谢你相助4命，也感谢你，互11位受请伫你的疼甲恩典内面认真换心。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亲像年冬的冕流，伫因所经过的路径拢有油在滴，互因无论经历顺境还是逆境，拢经历你是以便以下的上主。
到这点烟花放在湾。亲爱上主，恳求你，互因家天会，也家天对你来智慧，伫你所小事的日子，充满盼望甲快乐。亲像摩西祈祷讲，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互阮满足，互阮一世人欢喜快乐。上主啊，求你互阮哪来哪入来你，哪来哪听你，也哪来哪外靠你。互阮的性命诚做合用的器具，也诚做济济人的祝福。阮安尼祈祷，拢是伫耶稣基督的内面。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来教会的时候，西西好像刚好都推在那个娃娃车上面。如果他10岁，那我就来14年。好，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团契的消息哈，有一些团契的消息，我想说大家因为这个今天比较多，所以大家前来看哈。另外一个吼，教育组的这个装备组吼，每一个摆拢有对每一那个主要的个信息吼，有做一个解说。这是一本正高的一本册吼，这本册就是啦，所有咱信息内底每一条歌，伊的故事伊的典故，拢来下做出来吼。啊，然后这个每一礼拜吼，拢有14吼，啊，就是我吼，爱读若有3条歌，我来读3篇这样子吼，啊，然后来写一个。从好像好几百个字里面把它截了大概将近100字或者是字来做介绍哈，啊，所以要嘛那个大家若是要看完作吼，连应该也有搞美术办公室这边应该有哈，所以你若是要知影讲这条诗歌当初是安怎做的，是啥物起心动念，会用去了解这本册哦。大本的了吼，好，过来吼，有一个较关心的，就是咱今仔日有敬老金是不是？已经发了吗？已经发了，好，我来过去。啊？无够啦，有啦，我有啦，有够啦，有够。啊，因为无书无题的，所以公道吼就由我来主持，然后等一下我们翻到396页的圣诗，最后呢，请我们的牧师来为我们做祈祷。我咱做伙来祈祷。因为我们搁一届甲你感谢，阮们要来为着阮教会所有。应该爱身体无爽快，也是今仔日无来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我拢要恭恭敬敬，甲因交托伫你的手头，由你来甲因同在，由你来安慰因、鼓励因。有人有病痛，有人爱照顾病人，嘛有人因为有代志今日无来。不管安怎，主你拢爱互因。上介大的勇气甲力量，因为只有你所赐互阮的勇气，所赐互阮的行，才会当互阮行头前的道路。我嘛要为咱台湾，即马还搁咧面对的非洲猪瘟这个疫情来祈祷。咱爱纪念着咱有足侪不足的所在，甲无熟悉、无捌的所在，咱无了解，咱敢会晓享受。但是当着代志的时，咱是毋是爱共同来为着这安尼的代志来共同来为咱的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拢做伙手牵手来做伙努力。即摆政府是叫咱15天，要进衫，可能即几工可能要食猪肉比较困难，不要紧，咱还阁有其他会用取代。所以求主你的恩来带领甲保守，互咱的疫情会当得到控制，袂继续来看开。我嘛爱保护所有即马咧饲猪的猪农，甲所有即马政府因所面对的所有的困难，拢因为有你的同在，你来保守，你来为因来继续来带领。主，我嘛要搁为已经10几天以来一直拢咧落雨，
好不容易才看到阳光一两天，佫开始要落雨，佫来敢若嘛拢有足侪变化。但是最主要的是，我嘛爱为着每一摆会落雨，就会温度会愈来愈冷，大家爱注意家己的身体会保守。佫来，咱嘛爱为着所有的农作物，所有咱的即摆还有佫有灾难的所在的地方，拢求主你爱，互阮的心灵胜过一切。咱有一个平静甲安稳的心，每一天咱会当过好的生活。受到灾难的灾民，咱嘛爱为着因来祈祷，希望因会当得到真正的照顾，真正的协力。不管安怎，咱逐工都爱面对这个世界足侪的试探，足侪的困难，但是咱嘛爱求主，互咱保护，拢免受一切的灾害。阮的出，阮的入，也荷花，拢要帮助咱，对即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阮咱的同心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翻开圣诗396页，大家要线会求主祝福。结束了，请互主来祝祷。愿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迄个上帝的疼痛、圣神的上通、有时感动甲帮赞，常常甲恁正大家三个比例，由即粒到永世代为止。阿门。谢谢。这个算会做对，是吧？